台北市有真侪展览馆今仔日嘛重新开放，互民众去参观。大部分是采用线顶登记限制名额的方式，亲像故宫美术馆有几落的时段名额是抢了了啊！囡仔甲妈妈做伙来看展览。国立故宫博物院因为疫情，为5月中开始封馆，7月13这天开始未开放。根据中央的规定，每一个时段开放100人。互动式有接触身份的展览区，也是依次无开放。故宫这摆是用注文的方式，一天2个时段来开放。故宫虽然是有真侪人就网络来注文，不过因为展览区是跨国大，整体展览区的人也是懒懒散散。那每一个时段大概是3个小时，上午呢是从9点到12点，那下午是从2点到5点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今天、明天的下午全部都额满了，那早上也大概也只剩下个位数。以台北市的展览馆来看，中正纪念堂的部分为免交接重新开放民众注文来看，每天分做4个时段，每一个时段拢要有90几个名额。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唔免注文，开放第一天是无真侪人，下晡差不多20几个人尔。台北市立美术馆分做2个时段来注文，一开放是约所有时段拢注文满。因为我们还是人流管制的，所以有预约的比较安全，比较确保说你去的时候不会被挡在外面，因为如果人太多，我们还是要挡了。郭文泰表示，原则上希望大家拢先注文，用高一个出入口的方式，才会使保证是连者会使做交文。基本的防体温、消毒、挂嘴安，一定拢要做好。记者郭北君、郑海文台北报道。